唔知大家有冇因為工作壓力瞓得好差，或者瞓醒都會覺得自己好似好唔夠瞓咁？如果有咁嘅情況，以下呢個產品你就一定要聽埋落去啦。Colli-G 忘憂睡眠啫喱，佢有8大成分，可以啟動4層睡眠模式，令到你可以快速舒緩日常壓力，同埋減輕煩躁同埋焦慮，令到你夜晚瞓覺嘅時候容易入睡，唔會早醒，亦都唔會瞓下忽然間要彈起身，瞓醒之後精神奕奕返工。產品喺萬寧有得買㗎，而佢令我食得安心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冇副作用，唔依賴。佢亦都唔係一個藥丸，唔係粉狀，唔會比較難吞。佢係一個美味嘅啫喱，我當佢係助眠零食，零糖冇負擔，食咗之後都唔會擔心會肥啊。而佢8大成分啟動4層嘅睡眠模式，第一層就係羅布麻，可以放鬆情緒；而色胺酸可以改善壓力、焦慮，保持情緒長期穩定；而第2層就係快速入睡 GABA。降低壓力因子，快速入睡，改善睡眠品質。芝麻素可以抗氧化、抗疲勞，能夠保護肝臟，適合更年期瞓得唔好嘅你。而第3層深層睡眠，甘氨酸可以加快進入深睡，穩定睡眠嘅節奏，提高質量。第4層海草鈣，大腦傳遞休息信息，放鬆繃緊嘅肌肉。日本羅布麻以及 GABA 攞埋專利配方，雙重嘅配方可以令你快速入睡。專利羅布麻可以8日提升睡眠質素以及提升集中力，選用嘅 GABA 可以4周改善睡眠困擾。忘憂睡眠啫喱方便攜帶，即開即食，唔需要冷藏，獨立包裝。如果去旅行都係方便攜帶，因為佢完全冇藥物，非常食得安心，學生都可以食㗎。如果你都想試下，快啲去萬寧門店或者係萬寧嘅網店都可以買到，同埋記得喺我資訊欄度攞埋20蚊嘅現金券，快啲去買下嚟試下啦！忘憂睡眠啫喱，一條瞓到自然醒。